咱的相片，你阁留的啊？我听富贵讲，你甲过去的相片拢烧掉啊。我离开了后，我每一天拢在想，你敢有食饱？敢有人陪你？你敢会怪我？我了解你的痛苦。你哪会向我甲我讲这个？小段，这互你。珊珊啊，你当然要互你的啦。你即摆在是创啥？摕钱弥补我？毋是弥补，是趁我搁活咧，甲应该过好物件都交代互你，较免以后有麻烦。律师会甲你联络，到时阵你甲律师做伙去处理，小段会甲你斗相共。我无爱挃你的钱，你敢是西游记，你也毋是。我一世人争一口气，算是有成功。这是要互你的嫁妆。我无需要，你嘛毋免即马就交代遗产。珊珊嘛，这是要留你的啊，无要留谁啦。啊，未到迄个时阵啊，即马莫讲这。花地嫁妆我替你传好啊，我希望你甲富贵赶紧结婚，还佫有去日本。歹势，去日本是我的安排。我希望恁两个人结婚了后，去日本交流，顺便比我旅行。请你爱答应我，以后我不会再安排你的人生啊。其实，你这个借主出发，甲人生活来秘密，讲不出来的话，拢搭在这顶面。这个想法真好，我当嘛真成功。重点是，你是一个温暖的人。妈，你的面是安怎？我无说你弄着啊。啊，你爱较细哩哦。会啦，我会较细腻啦。希望会当甲这粒新的伤痕拢补起来。20年前离开你，其实我无资格做你的妈妈。我真正绝对不起你。我爱你，应该互你听清楚。啥魔力，我换不到的祝福，放进来妈。珊珊，因为我的个性，还有我的经历，一个时代差20年，歹势。我嘛无想甲你计较，我受过伤，你嘛同款。因为我知影，你嘛互迄个人欺负的时阵。差都已经原谅你啊，迄拢无重要啊。我今麦破病啊，
咱要去想起以后的代志，这是最后一届，家里一定要答应我的要求，好吧？我答应你，我拢答应你。其实我真想要去日本交流，我嘛真愿意甲富贵结婚。乖，安尼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啊，这都冻过钟啦吼，过钟。妈，你爱我收我就收，以后我来照顾你。所以你一定要健健康康，食饱哩，莫去受当受晒啊！吼。乖。